真的很会抓紧现在年轻人谈恋爱这件事情。就那个年代的恋爱，原来是谈的这么的害羞跟这么的保密，所以很多事情的情绪就不能直接是我喜欢你，然后我们现在就收办什么，都要努力周到旁人的有没有人在看啊、反应啊。所以我觉得导演在爱情就是拿捏这种青涩爱情当中，有让我一直没有小鹿乱撞，然后很享受在这个谈恋爱的当下。又汉啊！嗨，是不擅长谈恋爱的事。哦，我不擅长谈这么含蓄的恋爱，所以你都更狂野吗？觉得我笑脸都快要僵掉了，一直想笑，可是又不能大笑，就是不能直接，你知道？我觉得，对，正在装精神，会不会？